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开记者会，反对行政院甲民法第1085条，也就是家长的停改权甲汰掉。因认为讲这停改毋是对囡仔身心的一个暴力，也毋过联合联盟却认为讲这体罚都有可能对囡仔的身甲心拢带来真严重的伤害，所以呼吁政府配套措施都要做好。惩戒不等于身心暴力。 呼吁政府唔通剥夺家长的停改权。全国家长团体联盟联合全台湾17个县市30个家长团体，共同反对行政院顶一日通过民法第1085条修正草案，删除爱伫必要范围内停改假日逝世等等的文字。教育团体嘛指出，根据实证研究显示，删除停改权完全是无必要。法院是误判的，是滥用的。第二个，家长也滥用，我就是要来用你这个惩戒权来去什么？ 来去做这件事情，可是这两件事情在法实证的判断当中是没有的。家长团体抗议，行政院绩效推动小组27个委员内底，无任何的家长代表会当出声。不过，根据去年的调查显示，有甲7成的家长反对修法，应该要甲重点放伫改进条文的内容，并不是全部汰掉，若无会减弱家庭教育的功能。不过，日后联盟认为讲，体罚可能会对儿童身心发展带来严重的伤害。 这个在将来可能你处罚孩子，你搞不好禁止他用3C， 然后或是让他禁止他活动或是看电视，造成他身心不舒服，他就可以说你是身心暴力。有很多脑科学都显示说，当孩子受到恐吓或者是包括疼痛，他会产生的反应并不是学习，他会产生一些好的反应，其实反而阻碍了他的学习。虽然家长团体甲绩效团体立场无同款。 不过，拢是赶快呼吁政府对相关政策的配套措施，应该要明确甲周知，亲像推广亲子教育课程，提供父母正向教育的资源，让囡仔会当伫安全的环境自信健康大汉。记者综合报道。